新春煙花匯演，警方話有37萬人喺維港兩岸觀賞。今年加入咗奧運馬術嘅造型。黎志軍報導。維港煙花唔單止迎鼠年，仲迎奧運。煙花構成北京同2008字樣。其中一幕馬到成功，見到馬尾造型嘅煙花喺半空中散落嚟，預祝奧運馬術比賽喺香港舉辦成功。夜晚一陣陣嘅海風令維港嘅視野更加清晰。好精彩咯，同埋啲配樂都好好咯。我覺得唔同顏色嗰啲煙花落嚟咧，好似啲星星咁慢慢跌落嚟。好靚，好開心！今年啲煙花好有創意。最中意2008五星紅旗嗰度。今年嘅煙花係歷嚟最貴㗎，4萬發嘅煙花大約耗資港幣700萬，吸引咗唔少市民同埋遊客喺維港兩岸欣賞。成個煙花匯演一共10幕，歷時23分幾鐘。而行政長官曾蔭權伉儷就喺灣仔會展欣賞賀歲煙花，仲用相機拍低。無線電視記者黎志軍報導。